界巴士路線273A99巴營辦，循環來往上水、彩園或彩石村及華明，途經港鐵上水站、太平村、北許醫院、清河村及港鐵粉嶺站。歷史開辦背景：嘉福村於1995年引火，為來往上水去程只有 70K 線，而回程更只有班次疏落的 76K 線。故此北距已運於1995年建議開辦273P 線，來往華心村及彩園村。九巴表示配積極研究，既挖於1997年獲落實，編號定為273A，來往彩園及華明，並取代273線介乎掃管埔路至福圍的服務。路線服務原則：1997年7月17日，273A 線投入服務。1998年2月16日，繞經太平巴士總站，以配合北距醫院啟用。2001年2月25日，往彩園方向繞經昌盛苑一段華明路。2002年1月27日，增設與276系列路線的轉乘優惠。2002年9月21日，往彩園方向繞經至福圍，同時增設與273線之八達通轉乘優惠。2003年9月1日，於學校上課日上、下課時間繞經青城路及青曉路，並增設鳳彩中學站，以配合曾回千禧學校、鳳彩中學及佛教正慧小學啟用。2006年7月7日，全日所有班次均途經青曉路，以配合清河村及裕皇庭陸續入伙。2006年7月17日，暑假期間實施特別安排，於8點正至13點正由彩園開出之班次，每30分鐘便有一班繞經青城路，取代在上、下課時間所有班次一律繞經該處之安排，至同年8月31日止。2006年9月18日，尾班車延至15分鐘至0點45分開出。2013年8月17日，北距域性巴士路線重組第一階段實施，更改繞經青城路的時段，並延至尾班車時間至1點正。2013年8月24日，北距域性巴士路線重組第二階段實施，於每日5點40分加開一班特別班次由華明前向往彩園。2015年12月31日，增設到站時間預報。2017年8月7日，往華明方向新增寶健路北距醫院站。2026年1月7日，部分班次延長至彩石村，來回方向於彩園路增停彩桃苑彩的各站，由彩石村開出服務時間為每日5點25分至0點55分。收費：全程收費5.1元用車。此路線與273列線合共獲派12輛富豪資格 TL 12米 ABBWU 雙層巴士作為掛牌車，用車配調 970K、270A、278X 及673線。此路線亦經常出現 Enviro 500mm 41.3米、EcoM 其12米版本 ATDNU 等突然。使用狀況：北距域性巴士路線重組實施後，273A 線具備百和路一帶接駁上水及華明兩大轉車站轉乘對外路線，以及貫通區內各主要屋苑、區市及市政設施的功能，與服務東鐵線軌道以北的 70K 線分庭抗禮。為此路線繞經清河村、粉嶺南往返上水以分支路線273至更為快捷。根據巴士路線記蛙及其他文件，此路線載客情況如下：2012年平均每日乘客量為18000人次，每日在青城路上落的乘客佔約13%。
為北區載客量最高的10條巴士路線之一。2013年，最繁忙1小時載客率為66%，非繁忙時段的1小時最高載客率為30%。2019年，最繁忙1小時的平均載客率約23%。2022年，繁忙時段最高1小時載客率約60%。2025年，最繁忙1小時內的載客率為45%。相關事件：2008年1月18日凌晨12時許，一輛往彩園方向的富豪超級奧林比安3 ASP 262KH2728於粉嶺至福圍行駛時，因天雨路滑至巴士線太失控，撞向停泊於該處的貨櫃車車尾，巴士車頭嚴重損毀，女車長及2名乘客受傷。2016年2月20日早上8時許，一輛食環署外判清潔公司的客貨車駛離百和路粉嶺鐵路站巴士站時，與一輛正入站往華明方向的富豪超級奧林比安3 ASP 53JH1860相撞，客貨車繼而鏟上行人路，撞向在巴士站內候車的人群。再反彈至路中心只停下，客貨車上2人及8名後車乘客受傷，後車程亦受損。2024年7月19日早上9時許，一輛往華明方向的富豪 BL ABBWU8 TB7829於一名路、華明路及百和路交界與一輛貨車相撞後，鏟上路中心之行人安全島，7人受傷。貨車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被捕。